咱这礼拜时间还阁有几分钟吼，请咱兄弟姊妹会当将手机啊关开，还是迄个变做震动吼。各位兄姐平安，敬拜上帝时间已经到，请走吧。
恁着感谢上主，求叫伊的名伫万民中保佑伊的作为，着对伊吟诗，向伊唱歌和乐，耽误伊一切奇妙的所做，着夸耀伊的圣名。愿寻求上主的人心内欢喜。咱即个要来吟圣诗234首。我心实在和乐，请咱起立来吟全首。听阮的上帝，阮以天然的爸，阮深深感谢你。主要伫即个你专属的日子，全地百姓拢应该来到伫你的面前，唱歌学乐你，来亲近你，来敬拜你。相款，奉你的名所建立的公园教会，阮兄弟姊妹也真早就来伫遮要来听候你，要来朝见你的面，要来亲近你。爸爸上帝，阮相信你的圣神早早就伫遮，甲阮三角同在。你要引带阮今仔日的敬拜，对头到尾一切拢合伫你的旨意。阮感谢你，爸爸上帝，伫即个过活节的节期的中间，阮应该爱纪念阮的主耶稣基督，伊为着阮的罪钉死伫十字架，第三日过活。主啊，即个过活节时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节期，叫爸爸上帝，你大显你的权能，互更较侪人来认捌你，来相信你。主啊，阮伫这段时间，公教会有做的节目，有做要庆祝这个过活节的活动。叫爸爸上帝，你伫阮遮所有的活动中间，你亲自来领导阮所有的活动，互阮并毋是用家己的气力，用家己的能力来办这个活动，是靠着主你的圣神伫阮中间的运作，互阮所办的活动，拢会当吸引遐个外口的人、遐毋捌你的人、遐个外邦人，会当来到伫教会来看见你，看见你的疼伫阮的中间。主，阮感谢你，阮教会兄弟姊妹边边，还佫有真侪兄弟姊妹检测因的身体欠安。或者是因的经济有问题，爸爸上帝恳求你，会当来看顾阮遮兄弟姊妹，
阮这较软弱的兄弟姊妹，求阿爸父上帝，你大大赏赐互因，大大赐福因，互因会当伫困苦的中间，悠远会当领受阿爸父上帝你对天来的祝福，甲恩惠伫的中间。阮感谢你，阮将今仔日在座的每一个兄弟姊妹，拢交托伫你的手。阿爸上帝，你的圣神带伫阮中间，互阮每一个兄弟姊妹透过今仔日牧师所透放的信息，拢会当搁较来认捌你，搁较来亲近你。阮感谢，一切拢是奉救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免。即个咱要来看启应文，启应文第25篇，就是诗篇103篇。由阮来，我来刻下这个印吼。我的心神啊，着称赞上主。我的心神啊，着称赞上主。伊赦免你拢总的罪，伊救你脱离死亡的陷阱。伊用逐款好物，互你一世人满足。上主实行公义，上主有慈悲，有仁爱。伊袂久长责备，伊袂照咱的罪过责罚咱。天离开地有偌悬，东离开西有偌远。老爸安怎疼惜家己的囝儿？因为伊知影咱受造的本质。人呢，因的性命亲像草，风一个吹就消失。毋过上主永远疼惜敬畏伊的人。像是迄个遵守伊的约。上主伫天顶设立宝座，有大权能的天使听叹上帝的话。上主，所有的天君，执行伊旨意的车使啊！伫伊掌权逐所在所有的被造物啊！我的心神啊，要称赞上主。所以，咱要来看上帝的话。上帝的话记载伫创世纪32章22节到32节。请咱注意来听上帝的话。雅各眠时起来，带伊两个某、两个女婢，甲11个囝，拢过雅博河的渡头。伊大声，互因过河，嘛互因其他所有的过去。只有剩雅各家己留伫遐。迄时有一个人来甲伊相宴，宴到天曝光。迄个人看演袂赢雅各，就献伊的大腿骨。相宴的时，雅各的大腿骨突轮。迄个人讲：天要光啦，就放我去。雅各讲：你若无甲我祝福，我毋放你去。迄个人讲：你号做甚物名？伊讲：我叫做雅各。迄个人讲：
你无要搁叫做雅各，要叫做以色列，因为你甲上帝、甲人拼输赢，拢较赢。雅各甲伊讲，请甲我讲你的名。迄个人因讲，你无应该问我的名。伊就伫遐甲雅各祝福。雅各就甲迄个人所在叫做比努伊勒，讲我当头对面见到上帝，我犹无死。雅各离开比努伊勒的时，日头照着伊，雅各摆骹，因为大腿已经脱骨。所以以色列人到今仔日无食大腿骨的筋，因为迄个人甲雅各献大腿骨的筋。以上上帝的话，愿听伊的话人得到上帝的祝福。请即个要来请圣歌队来赞美，因要赞美的诗歌是《我的牧者是疼的王》。
一切荣耀归伫天顶的宝座。所以咱要来分享上帝的信息。今仔日咱请新德教会林牧师来为咱分享，伊要分享的题目，伊掠会着我。咱请林牧师。咱同心码头来祈祷，听阮的爸，阮感谢你，求你的圣心也搁一遍即时降临伫阮的中间，进入阮的心中，对阮来讲话。无论是听的、讲的，拢会当得到你的，得到造就。安尼祈祷，奉靠主耶稣的名求。阿门。各位亲爱的兄弟姊妹，大家平安。真欢喜会当代表台南神学院伫遮和大家做伙报告也去分享。咱今仔所读的这段经文是对伫圣经中间咱做熟悉的一段经文啦吼，伫创世纪中间雅各的一段故事，虽然做熟悉，但是嘛做无好理解啦吼。这段圣经中间有介济疑问啦吼，不过咱就慢慢来看。但是咱先对雅各做一个基本的了解啦吼。我想雅各是咱一个做圣经人物中间。咱做袂青分啦吼，因为咧自细汉啊，对主日学开始啊，就是圣经中间常常提起的一个角色啦吼。伊有一个双生的哥哥，吼伊的哥哥甲伊两个生做无像的吼。因哥哥是专心拢摸，吼然后因哥哥是就是伊的名以色，就是摸的意思啊，做者规身躯拢问啊吼然后雅各的名啥物意思？咱怎知？掠，吼。雅各是一个熬掠的人啦吼，真正伊就是掠掉因哥哥的即个骹吼，掠掉因哥哥的骹安尼出世的啦吼。伊的性命嘛，真正亲像伊即个号名共款啦吼。以色列人号名拢做有意思的，吼伊就是真正做熬掠的，掠啥物？掠掉对伊感觉有利，对伊感觉性命有帮助，伊感觉有利益的代志，伊就拢要掠掉啦吼。比如讲，咱会记哩在即创世纪中间，伊有一届甲因哥哥的互动，就是哥哥去拍蜡足忝的转来。然后伊就摕一碗红豆汤来，足芳的，足想要食的安尼。即个安怎爱用物件交换啦？什物物件？大囝的名分，大囝的名分，掠掉大囝的名分。落尾等因爸爸以撒要过身的时阵，因妈妈较爱，即个妈妈较爱第二囝啦吼，妈妈较爱雅各，所以就讲，紧嘞。爸爸都要过身啊，所以即摆要分因的即个祝福啊，所以你着赶紧去摕恁哥哥的衫被然后去我遮有一碗迄个煮好的，你去甲互恁爸爸食，去骗大囝的祝福，嘛安尼甲骗着啊，掠掉啊掠掉即个大囝的祝福。是安怎这遮重要？因为当时对以色列人来讲啦吼，因即个祝福敢若咧分财产共款，当即个。比如讲，因的即个大囝甲第二囝，因的待遇是无共款的。那因有两个后生来讲啦吼，像以色甲雅各来讲，因的财产就爱分做3分，大囝会当摕双分，细汉囝会当只有1分尔。所以大囝的即个福利是比第二囝加足济啦。所以咱会看到雅各真正足牛的，足厉害的。就算讲伊掠掉了后，伊掠掉即个大囝的即个祝福了后，然后咧。哥哥做受气的嘛，所以妈妈就安排伊逃走，去到因阿舅老板遐。去到老板遐，伊着因时阵怎？嘛做够掠，通过计算，通过掠，甲即个阿舅的所有遮肥的羊啊，所以好的遮个拢总掠走。阿舅就剩迄个较弱的、较瘦的、较袂生迄种羊安尼。这雅各是一个足厉害的人啊。若讲伊放伫即个咱现代社会，伊是一定是一个成功人士啊，非常成功。因为伊知影啥物有利，啥物好，即个人做有目标，即个人即个眼光嘛真准，知影啥物是好，伊拢要掠掉安尼嘛。不过，伫雅各即个掠的过程中间，伊嘛要付出真侪代价。人知当伊掠掉即个爸爸的祝福的时阵，哥哥是安怎？圣经描写是讲气甲要甲抬。两个是双生的兄弟，个气甲要甲抬，所以果不终爱逃走，就逃离开家乡，去到因阿舅拉班遐。去遐的时阵呢，咱拄仔讲，因妈妈是上爱即个细汉囝对无？当雅各逃走到因阿舅遐的时阵，那圣经的记载算起来，妈妈拄好伫即个中间过身。
所以其实伊无转来看妈妈的最后一面啦。就安尼上疼的囡仔送伊出去了后，伊就无去看过伊妈妈。啊，但伊转来的时阵呢，同款，伊到因阿舅遐的时阵，嘛是落尾去甲阿舅甲伊变面啦。因为伊甲遮个肥的羊啊、啥物财产拢掠走啊，啊去甲阿舅嘛甲伊变面，继续逃走。哦，伊一生就是安尼不断咧逃亡啊。哦，雅各一生是一个头头讲的足够厉害一个人，但是一生并无因为伊的厉害来过甲富足，来过甲满足。甚至有写讲，上帝嘛是一个伊所运用、伊所掠掉伊想要爱你的这个过程。咱若看今仔的圣经，再搁较头前一丝丝啦吼，拄好是雅各一段的祈祷。啊，你著看到这段祈祷足趣味的。伊甲上帝祈祷的时阵是祈祷啥？伊讲：上帝啊，你是信实的上帝。上帝啊，你是捌应允的上帝。所以呢，你有捌应允过阮的阿公阿伯拉罕，你有应允伊啥？伊的雨会安怎？亲像天顶的星、海边的沙遐尼多。啊，竟然这个继承已经到伫我遮，那我今仔日遮断绝，我的性命若真正就结束的时阵呢？安尼，上帝你毋是信实的上帝哦，上帝你就是失信的上帝啊！哎呀，上帝祈祷就是遐尼直接，你若详细去看的时阵，就遮尔趣味。这个信仰中间，伊掠上帝，嘛毋是真正要敬拜上帝，是掠上帝来做伊性命的保障，性命的一个保护。雅各一生就是安尼熬掠，亲像伊的命共款，真爱掠，但是掠的时阵呢，有时啊伊付出的代价所失去的，伊无法度因为这个掠，互伊的性命感觉满足，感觉富足，感觉着满意。掠真空虚，掠真失落，但是不得不安尼来掠。暂时咧，咱甲这个圣经的世界跳来到咱的生命中间，你会感觉讲咱的生命有时嘛像雅各共款，做熬掠的，做爱掠的，掠什么咧？当然时间背景无共款，雅各迄个时代甲咱即马小可无相，但是咱的生命中间有些小常嘛是安尼掠掉一寡物件，比如讲，我自细汉啊，阮咧读册，还未读小学进前，阮爸爸妈妈就送阮去学即个珠心算。哦，迄个时代人咧学珠心算，希望讲将来学校学即个上课的时候会当较对得着进度安尼啦吼，啊，所以因望讲即个囡仔会当无输入起跑点安尼啦。哦，所以伊嘛看掠迄个起跑的迄一瞬间，啊，共阮囡仔嘛咧掠，阮嘛爱用好的成绩、好的表现、好的这一切好的形象，掠掉阮爸爸妈妈对阮的学乐、对阮的赞。对阮的欢喜，对阮的疼，阮嘛咧掠。啊，共款搁较大汉了后，掠的物件小可无相像。哦，通常就是爸爸妈妈爱阮掠的，感觉讲恁即个做学生就是爱好好啊读书，好好啊伫学校内底有好的规矩、好的生活啊，对上帝有好的即个爱温群聚会，爱好好啊读圣经安尼啦吼。这是阮爸爸妈妈爱阮掠的，通常这拢阮拢无爱掠。吼，阮伊爱甲同学交陪，礼拜六、礼拜日想要去教会，当然是甲同学出去佚佗，较有趣味啊吼！啊，掠条同学中间的感情，到高中开始成立了社团，吼啊，到大学共款咧，一直带同学中间的感情，然后大学的时阵，我是读迄个资讯管理，哦，共款继续掠。迄个20几年前啦，特别30年前，迄个时阵资讯管理是足夯的一个科系啦吼。我是读资讯管理出身的，啊，掠条迄个。世界的潮流、社会的脉动，掠条，为着要保持咱伫即个社会的竞争，啊，到落尾，咱伫同学中间老师的即个互动，掠条到你工作的时阵，掠条同事中间的即个互动，掠条甲咱上司、咱的头家对咱的看重，掠条迄个升级、升官发财的机会啦，掠条是因为互咱会当伫即个社会徛起。掠条是互咱会当伫即个世界竞争的时阵，有迄个竞争的气力。但是你掠的时阵，你会发现一项事，就是即个世界有太侪变化，咱无法度完全会当把握。你无法度掠条啦。当你年纪愈来愈大，年月愈来愈多时，你会发现生命太过无常啊！你根本就掠袂条，你敢毋知？你根本就无法度所有的物件，拢伫你的掌握中间。咱的人生不断想要掠，但是你会发现，愈掠
流出去，就是敢若咧掠沙掠水共款，流出去的愈侪，愈侪代志是你无法度掌握，你无法度把握。所以我在你华语礼拜时，我甲因讲一句话，讲这个人的计划赶不上什么变化，变化赶不上上帝一句话啦。所以世界就是安尼，不断的变化，咱无法度掠掉整个的世界。20年前，咱的甚至咱的身体、咱的状况，不断的发生新的事件，互你感觉你实在是无法度掠掉。但是人就亲像雅各共款，继续掠掉，想伊咱会当感觉安全，咱会当有存在，咱会当徛定根的所在。掠掉，咱才有这个安全感。当咱无法度掠的时阵，你会感觉人生无常，实在是太无把握啊！那安尼人会敢若浮浮无在迄种感觉，所以非常的无奈。但是这也是非常的真实，伫咱的生命中间，雅各咧掠，咱的生命嘛是共款，安尼不断的掠。咱暂时搁甲经文，咱甲暂时搁甲焦点跳转来到咱的今仔日的经文中间。当然，今仔日的经文，咱头来思会同间甲咱读。当即个今仔日经文发生伫，当雅各受到上帝的呼召，叫转去到原本的所在，但是一开始伊佫非常惊啥？过10几年啊，对不20年，即个哥哥安怎？还佫足气的。咱头仔讲伊当伊逃亡的时阵，哥哥是气到要甲刣的，伊佫惊哥哥受气，所以安怎？伊做啥物款的安排？伊就甲所有的财产。好的，这个金银财宝拢放头前的队伍。那你若看到头前有人来，大概是哥哥的人，你就甲讲啥？这是要送互我的主以扫伊的礼物。看起来讲，阮这弟弟做捌代志的吼，做好的安尼啦吼，所以就气较消的安尼啦吼。所以按算安尼，甲所有物件拢安排过好。但这个伊的财产、伊的厝里的人，放伊一个人上落尾。看着讲，那头前出代志，我佫会去走安尼意思啦吼。代志就伫安尼发生伫今仔日的经文，一个雅仆的渡头的所在。伊甲所有物件拢安排过好，剩伊一个人的时阵，已经到暗时啊。今仔日发生这个所在，这段圣经我头仔讲非常学的理解嘛，非常的足侪所在，咱会当详细来看啦吼。第一。头仔我伫楼骹嘛，咱华语礼拜时嘛有分享啦吼，就是雅仆渡头，其实这个所在非常的有意义啦。那是对伫以色列人来讲，这是一个真有趣味的字啦吼。我若直接先讲一个，就是咱若是我知影有足侪基督徒拢常常爱号这个囡仔的名啊，比如讲是安尼，拢会号圣经内底的人物啊，或者是所在的名安尼啦吼。但是会记得，咱爱先搞清楚伊的意思，再来号啦吼。雅仆什么意思？雅各是拄仔讲啥？雅各掠，雅仆是颠倒饼，叫做空，空，毋是棒啦，空，你空手的空啦吼，空的所在。我伫中部，我还袂来新，我甲罗牧师差不多时间来到新竹啦吼。我还袂来到新竹这边牧会的时阵，我伫中部咧牧会啦吼。有一个市内拄好有一间咖啡厅，伊叫做雅仆渡头。我真正无看过什么人徛伫遐，空。所以拜托你若要号名，请你问牧师一下安尼啦吼，了解伊的意义，这是什么意思，再来号啦吼。无号一个足奇怪的吼，你若号毋对的时阵，上帝无听你。圣经内底有即款的名，迄个足侪神弟的囡仔是号即款的名，你若号这就真害啊吼。所以拜托的，请问过牧师是你圣经很较熟的吼，莫安尼一个就甲号落安尼啦吼。过无偌久，迄个开无偌久就倒去啊！因为无个人客安尼。雅仆的渡头是一个空的所在，意思就是一个熬掠的人，一个饼空的所在。当伊一个人徛伫遐的时阵，甲上帝有一个真精彩的一个互动。但是这个互动嘛，互咱感觉，哪会安尼？圣经哪会安尼写？头一天雅各当伊看到可能一个人行来。伊就安怎？无写啥，伊就走去甲伊相演，两个人就相演、相拍啦、相演，拖咧演。咱等下试看觅，咱等下这礼拜结束，你去路里看到对面那过马路拄啊伫遐，一个人行过来时，你就甲伊相演，你会安怎？
你会去互警察抓去，所以拜托莫安尼做这是啥不可思议啊！哪有一个人看到对面有一个人来，你就准备要甲伊相演的？对人甲人的互动中间，这实在是无法度想象。所以我为了安尼，我设定一个较好解说的方法啦。可能这个雅各可能设定这个是各个派来的杀手啦，我就甲伊相拍安尼啦。想拢无想，伊就甲伊相拍安尼。但是更较趣味的是，圣经写啥？当伊甲伊相演的时阵，赢伊袂过。咱看落尾，咱知影这个人是上帝的使者。但是对伫咱的信仰来讲，上帝是全能的上帝，上帝是无所不能的上帝。上帝爱一个人活就活，上帝爱一个人死就安怎死。所以上帝要爱赢过雅各，简单无？介简单啊！但是是安怎伫遮的时阵，圣经讲，迄个人赢伊袂过。哇！这里我对小学读主日学的时阵，我对这段经文非常的讶异。哪有可能？哪有可能上帝赢人袂过啦？是安怎会安尼发生？圣经是安怎要安尼写？我就问我的主日学老师，上帝是全能的对无？对。上帝无所不能对无？对。上帝爱人活就活着，对；上帝爱人死就死，对。那安尼上帝是安怎赢伊袂过？阮老师就安尼，伊毋知要安怎赢。落尾伊互我非常一个有智慧的答案，我学起来啊。伊讲去问你的牧师，我还学起来，但是当我开始做牧师的时候，我无拄过人来甲我问过。实在是咱无法度理解，是安怎上帝赢一个人赢袂过？是安怎？咱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敢无这种怀疑？敢无这种犹豫？敢无这种困扰吗？哪有上帝会赢一个人赢袂过这款代志咧？各位亲爱兄弟姊妹，当我伫新学院咧读册的时阵，我最后2年的时间，我是读这个协谈硕士，协谈硕士啦，内底有足侪关系这个精神医学啊，伊一寡课程安尼，有一寡灵性的这个。即马叫做灵性智商的这个课程啦吼，内底有关系足侪比如讲，你若现代有足侪文明病啦吼，忧郁症啊、躁郁症即款，迄毋是干那你简单讲你莫想伤济啦，或者我替你祈祷就会好，你心放我较开的就好安尼。迄是有时伊是需要一寡专业的训练、的咨商的一个对谈的一个过程啦吼。所以我伫新学院毕业了后，我无随受派，我阁有2档的时间我上这个课程安尼啦。伫这上这课程时，有一讲，迄个题目叫做精神医学甲神学。迄讲的课程的题目是安尼。阮的老师是一个精神科医师，老师是一个精神科医师。伊就咧讲到因一届这个这个课程，伊伫这个诊间的时阵的一个活动中间，伊甲阮分享啦吼。伊讲迄个个案是一个有暴力倾向，是一个拳头母的掠起来就要共拍的一个小学生、小学生尔，小学那时候3、4年级班的尔。伊迄讲，因为就是这理性的时阵，伊若情绪平稳的时阵，这个囡仔拢真正常，非常的可爱，非常的天真，非常的古锥。但是只要伊一个情绪一个来，这就是无理性的时阵伊是不管对象是啥物人，就会甲拍。伫学校内底就是拍同学、拍老师、拍校长、拍所有人拢拍。伫厝里就是拍弟弟妹妹、拍爸爸妈妈、拍阿公阿嬷，拢拍。不管安怎，伊只要一个情绪收起来，就要共拍，就要共争，就要共搏安尼。爸爸妈妈无法度啊，所以爸爸妈妈当然无遐简单互拍，所以伊若甲爸爸妈妈要甲拍的时阵，爸爸妈妈更较大力甲摔转来安尼啊。所以伊就是过着即款的情况，你会看到即个囡仔非常的辛苦，咱看着实在是非常的毋甘。当即个个案伫学校发生代志的时阵，辅导室啦吼，甲即个个案转介到阮的老师遐，老师就开始接即个个案安尼，开始甲伊对话啦吼。第一节就是甲伊建立关系，甲伊开讲，甲伊了解一寡背景，知影是发生啥物代志，来观察伊的所有的即个行动的模式安尼啦吼。当然，这个过程中间的时阵，伊就发现讲，伊开始老师咧对话的时阵，放一寡代志，放一寡对话是
甲即个囡仔刺激的。啊，伊就看到即个囡仔安怎？原本是好好做欢喜咧讲话，啊，落尾安怎声愈来愈大，愈来愈大，安尼拳头母举起来，伊准备要共拍，啊，准备已经足受气，足想要甲拍。啊，但是迄个诊疗室内底只有老师甲迄个囡仔安尼尔咯。啊，当伊想要共拍的时阵，阮个老师发觉着，就紧诶甲伊手掠，就亲像安尼，即两支拄啊好呢，掠诶安尼，无爱话叮当，啊，囡仔会安怎？你用掠，你一定无爽快嘛，伊就挣扎，一直挣扎。好佳在，阮的老师虽然无像我大箍，但是嘛是算魁梧啦吼，哎，甲掠条的，无会叮当就是无会叮当，无好拍就是无好拍，一直掠条的安尼。啊，就一直挣扎，一直挣扎，一直受气，一直吼，一直伊要甲拍呢。啊，但是老师就是掠条的，强强甲掠条的，吼掠条安尼，坚持10几分钟，即个囡仔就感觉，因为伊挣扎会出力嘛，迄是全身的力安尼咧出的安尼，啊，做出力的。10几分钟会忝，啊，就手就小可放松。啊，当阮老师发现讲伊的手放松的时阵，阮老师毋是紧的一个嘴巴甲讲你学袂来，毋是，是伊嘛爱放松，手嘛小可放松一撮。这个囡仔足巧的，机会来啊，佫想要甲拍，老师佫掠掉。啊，迄两个人伫咧半点钟中间就是安尼掠掉，放松，掠掉，放松，掠掉，放松，安尼半点钟过啊安尼。啊，老师讲，諮商师真好谈吼。当然，这个过程就是安尼。到落尾，这个囡仔有发现一个事实，就是伊知影一项事，伫这个诊疗室内底，伊无有这个机会通用拳头母来解决代志。因为伊只要受气，想要共拍，老师就会甲掠掉。啊，只要伊放弃的时阵，老师就随时放手。只要伊愿意放弃的时阵，老师就随时放手。换一句话来讲，老师若要甲扇一个嘴巴，甲讲你这个囡仔要受教，安怎真简单嘛？咱大人就是安尼啊，有时因爸爸妈妈就是安尼甲教，哪会拢想要用拳头母解决代志？我袂来，要用安尼的方法是真简单，但是伊会当学习嘛？但是当阮的老师甲这个囡仔的互动到落尾，这个囡仔发觉到这个事实，伫这个诊间内底。伊无法度用伊的拳头母来解决代志的时阵，伊突然间伊发觉醒啊，伊就放手，知影讲无法度。当伊放手的时阵，我的老师嘛随时放手就互你自由啊。各位亲爱兄弟姊妹，上帝甲咱的互动，上帝甲雅各的互动不就是安尼吗？上帝毋是爱雅各死啦，上帝毋是爱伊的命，讲你死，你这毋是囡仔。一直共骗，佮做毋到代志，佮一直家己想要靠家己掠，然后我爱你的命，无啊！上帝甲雅各的互动，不就是这款真精彩一个互动？爱雅各学习放手啦。当雅各愿意放手的迄个时阵，就是恩典入来的时阵啦。我有3个囡仔啦吼，阮这个。大汉的已经3年级啊，细汉的即马9个月安尼，吼啊，3个囡仔中间，因咧长大的过程，真正是真上帝特别的恩赐啦吼，拢感觉真可爱，真古锥安尼啦吼。啊，当然嘛有足受气的时阵啦。啊，阮这个大汉囝啦吼，较早我有一届甲伊的互动是安尼，当即个囡仔1、2岁到3岁左右，这段时间是伊的学习。突飞猛进的时阵啊，吼，啥物讲话，啥物拢会学安尼啦。有时啊，突然间奇怪，那雄雄讲一句话，阮拢惊着安尼，你去对学的安尼吼。所以我甲阮太太两个讲话拢爱非常的细腻啦吼，莫会偷学去安尼啦。啊，那即个有时啊嘛是，不管是讲话，或者是看到啥物电视，看到啥物物啊，伊嘛拢会学啦吼。啊，足趣味的一个囡仔。啊，有一届就是我甲伊咧看电视啦。啊！看电视的时阵，我两个遥控器切咧，突然间切到一台摔跤频道。啊，这个阮囝一个看到这个摔跤频道的时阵，精神一个来，看到迄个两个咧飞扑上去的这个动作安尼啊，精神一个来，伊就可以找伊的对手，伊的对手拄在坐伊边啊，就是我啊，坐伊边啊呢，我嘛无拒绝伊啦，我讲来，做你来。伊10几公斤，我100公斤。我要赢伊有简单无？介简单，但是
我敢会赢伊？袂吧？你若是一个正常的爸爸，你应该袂做这款的代志。你袂甲演落倒讲，哈哈，挑战我下辈子吧？你袂安尼甲讲吧？你会安怎？等伊跳过来的时阵，我搁互演倒伫这个碰伊顶管，我讲啊，你太厉害了，我输了。然后伊就做欢喜，嘿，我赢了。迄是正常的互动，迄是一个爸爸疼囝的互动。你要毋那是跳过来，你的手搁爱伫伊后壁安那，惊伊摔落去的。各位亲爱兄弟姊妹，有些上帝甲咱的互动不就是安尼？伊毋是爱咱的命，伊毋是爱咱死，伊是爱咱学习放手，去性命学搁较侪人。有些上帝甲咱的互动就是遐尼精彩，而且一只手是后壁安尼甲咱揽掉的，咱拢毋知呢。这是上帝对咱的一个疼。各位亲爱兄弟姊妹，上帝早就疼雅各，雅各伫即届的互动中间，伊有互上帝改名。圣经中间有足侪届拢是安尼，圣经中间号名拢做有意义的。头一届拄仔讲的雅各叫做利亚，伊的利亚并无伊的性命得到满足，得到满意，就平顺啊。伊的利亚其实足空虚的，愈利亚愈艰苦，愈利亚愈性命愈凄惨。但是当今仔日甲上帝相拄了后，伊互上帝改名，改啥？以色列。迄是上帝所疼的，上帝所拣选的囝儿啦。雅各一生有2届甲上帝真精彩的相拄。第一次的时阵是，当伊骗这个大囝的祝福，伊逃离开家乡的时阵，突然间伫遐咧困，看到天开有天使伫遐，然后伊到因阿舅遐的时阵，原本拢共骗的，落尾叫阿舅骗。那即届咧，伊甲上帝互动了后，原本是一个正常的人，落尾变成一个歹骹的，落尾变成一个残障。伊的性命嘛，因为安尼来去得到改变。上帝毋是爱人的命就解决代志，上帝是爱咱的性命，愿意放手来学习的较侪，毋是袂赢。上帝毋是无法度赢伊啦，上帝是无愿意赢。各位亲爱兄弟姊妹，上帝通过各种的方法，互咱学习。要用咱的性命来挖靠，来仰望伊啊，敢毋是安尼？我讲我伫过去的时阵，我的性命嘛是一个足够爱厉害的人，读好有好的成绩，有好的成就，来去得到别人的满意。我读高中，读好的大学，然后读即个好的科系啦吼。教会内底嘛有真好的服侍。我差不多高中还未，我读高中的时阵，我就开始教主日学。唱圣歌队、敬拜团，啥物拢参与。教会就是我第2个家安尼啦吼。常常拢伫教会咧出入。我大概我的学生期间，差不多除了妇女团契无参加，少年团契无参加，其他我大概拢参加。伫这个状况内底，我阁去甘愿献身，读神学院，诚做上帝的工人。哇！个教会内底讲赞，停了赞，这是不可限量安尼啦吼。这是整个的过程，非常的得意安尼啊。但是事实上，我头有讲啦吼，讲我伫人生中间，我就是也是望会当掠掉众人的娱乐，掠掉所有人的关心，掠掉所有一切，然后再会当看到一个表现了真好的一种形象。咱就是一寡事件发生伫阮的中间，就是安尼。我拄仔讲，我了袂大神毕业了后，我先阁有2档的时间去读即个协谈硕士啦吼。考调即个协谈硕士的即个课程，安尼我就去读2档。其实我咧去即个入学考真趣味。我是简单一个通知来讲，我拜2去拜5甲我通知讲，我后礼拜2爱去面试。后礼拜2去面试，后礼拜佫隔1天就拜3，伊就甲我通知讲，好，你明年会当来读啊安尼啦。过程非常简单，非常的紧，就讲我会当明年就无受派，就继续佫读2档安尼啦。但是，奇怪，我对这整个的过程，我感觉非常的碍眼，毋知就是感觉怪怪，
因为当别人若咧问讲，你考试安怎，我讲无呢，我连考都无考，我做后门入来。我毋知要安怎甲应啊。整个过程有人感觉足好诶，对伫我原本就是倒数诶学生啦吼，所以伊就讲这是一个优待你，但是我都无需要啊，我考试感觉介简单啊，考试就好，是安怎要用即种方法安尼啦吼，一直足不自在安尼啦。但是落尾怎有机会，我好好来甲家己对话，甲家己省察咱家己诶时阵，其实过程有发生过一寡事件啦吼，啊，大家做伙分享。原来我伫大学硕士2年，阮大学硕士拢总爱读3档，啊，我2年诶时阵，迄个时阵做流行迄个双主修啊，是安怎？我就想讲，安尼我读2年诶时阵，我3年我已经无想要修派啊，我就先开始修一寡协谈硕士诶课吼，安尼会当先读一寡学分，啊，我会当较紧毕业，也是了后诶课程会当较轻松啦吼，所以我就倒数2诶时阵，我就先去考即个协谈硕士啊。因为我感觉就是拄讲的足骄傲的，敢知？就是我感觉上帝恩赐介多，我啥物拢无准备，我就去考。人个迄个有迄个读书目啥物爱考试爱考啥，我拢无准备，我就去安尼啦。落榜，无考着。我人生头一届失误，人生头一届失败伫7项以内底。我当然无法度，互我的人生有即种污点存在啊！我拄仔讲，我自细汉表现拢是好，真好势，逐个人看人学乐安尼，哪会是我人生的一个污点总存在伫即个过程中间？所以我已经暗算好势啊！我3年的时阵，阁有一届机会，因为3年要毕业嘛，但是我阁有通考一届。迄届的时阵，我就想讲，我要来血池，所以我册也已经买啊，读册计划也已经安排，也真正已经落读啊。那考试时间都要到，我已经去报名。突然间教务处来一个通知，今年你免考哦。2年的时阵我有考哦，但是伊3年的时阵突然间跟我讲，今年你免考哦，恁就来面试就好。我足想要搁一遍甲所有的人证明，我已经准备好啊呢。当我所有的物件拢准备好势，我要证明的时阵，哇！这个机会就伫遮，一个教务处来一个通知讲，你免考啊，你得来面试，而且拜5甲我通知，拜2后礼拜2面试，拜3就讲你过啊安尼。拜托的，我真无容易有这个机会，已经开始准备啊！我要刷掉这个污点呢，我要甲所有的人证明我是一个优秀的人，我是一个好，亲像过去安尼真优秀的一个人呢。我只想要证明。我是一个值得真做上帝工人的一个人。当我想要安尼证明的时阵，突然间来甲我讲免。我甲上帝哀求足久的呢。我讲上帝啊，是安怎我要甲所有人证明我足听你的？你连这个机会拢无爱互我。上帝就甲我讲，对啊，我知影你想要证明，你想要证明你有够爱我。但是我爱你，无需要证明。阿门。上帝爱咱，敢有需要证明？无啊。你就是我想要证明的是，我有偌厚，偌疼上帝。但是上帝讲免啦，哪会遐忝？你想要证明你掠掉啥物？上帝早就已经甲我掠掉啊！上帝早就亲像雅各安尼，甲我性命掠掉啊！伊的疼自头到尾，拢无离开我的性命。无论我表现了安怎，无论我性命偌济污点，伊的疼一直伫我的性命中间。哇！当我甲上帝安尼互动时，目屎不断流落来。头我讲我过去一直拢望会当表现了真好。来去互厝里的人欢喜，来去。其实，因为我顶悬阁有2个哥哥，因阁较厉害。我拢考前3名，阮哥哥拢考第1名。我拢考395分，因拢考400分。我做班上的模范生，因做校模范生。
你就知影有即种哥哥，你的人生足凄惨的。而且我拄好个笑狗的。佫有其他的，比如讲，若阮细汉的时阵，我即摆才发现即个代志，就是阮细汉的时阵，阮暗时啊拢爱摕阮的功课去互阮爸爸看、妈妈看嘛，去签联络簿安尼。因摕出来字拢足水的，我的字有够歹到有寸安尼。因为其实无啥物理由，就是我1年、2年的时阵，迄字本来迄要搁咧学写字，本来就会错安尼啦，是正常的。但是已经4、5年啊，所以因的字本底就较水。这是真正常的一个发展，但是伫迄个时阵，我就是安怎比，啥物拢输啦。我甲阮两个个比，安怎比，啥物物件拢输。即款的人生就是我细汉，所以我足想要不断爱用足好的表现、足好的成绩、足好的一切，才互人看会到我是属伫即个家庭的一份子。落尾我拄仔讲，我阁有一个故事是安尼，因为我定定会问我其实迄个时阵，我对我到底是毋是我是即个家庭的一份子，我真怀疑啊。我拢会问阮爸爸，我是安怎来的？我拄好笑狗，你敢知？所以阮爸爸拢甲我印啥？你若属狗，你拢会甲我印啥？石头蹦出来，我有听到。阮爸爸真正安尼甲我印的，我真正相信呢，因为我感觉。我哪会甲阮哥哥差济？因拢遐优秀，我真正可能是石头蹦出来，我才会安尼啊！拜托以后毋好甲咱的囡仔讲即种生笑，无好笑。我真正是安尼认知呢，所以我一直望会当用好的表现、好的表达，然后互阮爸爸妈妈来欢喜啊！到你成长大汉，我犹原望用即款的方式。来去互所有的人满意，包含咱的上帝。所以，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今仔日上帝是用安尼的方法咧甲咱讲，无啦，咱毋免活甲辛苦，咱毋免感觉甲所有人证明我有见着上帝哦，毋是，是上帝早就拣选咱，伊早就掠着咱的性命，甚至毋是干那掠着，是甲咱做暗，甲咱抱的。亲像爸爸妈妈抱咱的囡仔同款，上帝是安尼咧疼惜咱。阿门。最后我讲一个譬如，我感觉做意外的一个譬如啦吼。阮伫即个新学院的时阵，我有一届老师甲阮讲一个譬如，我感觉含大家做分享。咱伫即个我来遮了后，我感觉到迄个时阵我来的时阵啊吼，因拢甲我讲，新潮的风足透的哦吼。我一开始的时阵，我拢甲因讲，袂啦，我遐大裤吹袂叮当啦。落尾我有发现，新潮的风真正足透的。我徛倒来时阵，嘛小可会偏一下安尼啦吼。咱伫若即个天气若拄好到秋天，或者是要到寒天的即个时阵啦吼，拄好新竹即边风扇甲呼安尼扇的时阵，你会发现讲咱的树啊，有时伊的即个树叶会落甲剩几支咧蓝山的叶啊伫顶悬，风安尼足强咧吹的时阵，你会看见迄叶啊，敢若掠条迄个唯一的迄个连结伫咧树枝顶悬，安尼无想要落来，但是吹甲足辛苦的。你袂感觉咱的人生有时就亲像安尼，掠条咱所感觉唯一的瓦壳，掠甲足辛苦的，无想要放手就是无想要放手。但是当落尾风嘛是继续吹，当即个叶啊互风吹落来的时阵，伊毋是直接就落伫涂骹呢，伊是安怎？对着风咧飞呢？风安怎吹，伊就安怎飞。你会看到风的轨迹，风的轨迹运行伫空中。咱的人生迄个时阵，毋知挖开看，迄个叶安怎？原本对安尼掠条，无想要放手。到你当伊甘愿意放手的迄个时刻，伊就坐着圣神的风，吹伫整个的天顶悬。迄个时阵的咱的人生，毋知影敢挖开看，敢毋是？望咱的人生，就亲像安尼。来对着圣神的风，吹伫咱的生命中间，咱三脚头来祈祷。要上帝，阮搁一遍伫你的面前，摆咧阮的祈祷。阮感谢你，你的疼
一直伫阮的生命中间。你无气煞阮，你的疼自头到尾，你比任何人拢搁较疼阮，会当互阮享受即款的疼，实在是阮极大的福气。阮为着安尼，搁一遍献上阮的感谢。总是阮也继续为着，我会当伫即个疼的中间来学习，运行伫圣神的风吹中间，运行伫你的疼的中间，来享受你为阮摆设的一切。阮搁一遍将阮家己献上伫你的面前，祈祷奉靠主耶稣的名求，阿门。相信我有一段时间来代表台南新红衣和大家做报告啦吼。今仔主要是代表台南新红衣来即个为大家请安报告。那大先新红衣这边有安排一段的即个影片，咱大家做伙来看一个影片。主来请牧长，兄弟姊妹大家平安。真感谢伫遮来收看台南新人医的介绍。台南新人医对1869年创立到即摆已经100几年久。过去历任的院长、老师当过伫这所在拍拼，互咱看起台南新人医现在的即个状况。过去的一段时间，有遮的建筑物的整修，才渐渐完成。过来教育部入完了后，新人医嘛有拄着真侪的挑战，总是有上帝带领，甲大家内底拢会慢慢伫遐来解决，来向前来跑走。将来新人医依然有真侪事工，包括伫少子化中间的招生，以及其他的旧的建筑物的整修，甲其他的遮的校园的美化。拢需要咱关心，也毋忘咱继续为着台南新人医关心台岛甲奉献，愿上帝恩典甲大家三甲伫地。阮相信是现在有好的新人医，未来就有好的新学生，也有教会才有好的牧长，所以咱邀
请咱兄弟也不断继续为着新人院的新校教育这个事工的进展来关心甲带导。当然，伫未来其实新人院的挑战是真大。那有一个数字通统计，就是咱伫未来这10年中间咱的牧师的退休差不多有200位牧师的退休，就是60岁，咱的法规是70岁以上就要退休啦。所以60岁到70岁这边，10年中间将近有200个牧师退休。但是咱伫这2档的这个牧者的受派中间的毕业的新学生，只有拢差不多10几位尔。所以10年的中间，可能咱的拢总的毕业生，真做团队的人，嘛差不多100通的。所以你会当想象得到10年了后，伊的数字就90几个牧师会缺额啊。意思就是90几间的教会会无牧者，而且未来只会愈来愈严重。所以教会毋若是伫牧师来遮三角分享的时，毋若是干那为着教会事工咧募款，特别也邀请咱真正为着新人院的事工，为着这个新国的这个天国的这个兵丁来撒甲祈祷。若是教会有发现讲真正是好的人才、好的优秀的这个同工，也为因代祷，也鼓励因会当为主来献身以上。多谢林牧师的分享。即咱要来吟圣诗来回应牧师的信息吼，牧师所讲的信息。咱要来吟圣诗121首，上帝听痛赢过一切，请咱起立来吟全首。Hallelujah.
参加的祈祷，亲爱的主上帝，感谢你赏赐阮一切的恩典。今仔日阮伫遮献上阮的奉献甲财情，愿上帝祝福遮的奉献会当诚做教会互后人的事工，嘛互搁较侪人会当来礼拜你，嘛祝福公园教会会当诚做社区的祝福。我安尼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请坐。新来的朋友，那今仔日咱遮无吼，即日咱来报告。今仔日是台南纪念主台南新人医纪念主任吼，那迄个因找派新的教会林牧师来到伫咱中间，甲咱请安，咱多谢林牧师今仔日的信心。就是让咱3月初八小会有决议吼，就是咱八德教会是伫迄个桃园吼，中立遐吼，中立遐八德教会，伫3月30要来，因要做迄个野外礼拜，野外礼拜因要来咱教会啦，所以迄天会迄个戴牧师啊，周牧师吼，会伫咱遮迄个讲道吼。啊，下昼时因教会的迄个足球队，甲咱教会的足球队有一个交谊的比赛吼。所以啊，第3个伫咱的后壁新德公园，咱伊叫历史公园啊。不过应该是新德公园，我看报纸拢写新德公园吼。新德历史公园的赞美操，伫5月初6要举行成立的礼拜吼，就是要正式成立伫即个所在成立赞美操。啊，咱教会同意，咱以后是支持即个赞美操的教会啦吼。佮说咧，咱的社青甲甲社青甲社青，因有要去家己办2日的退休会吼，退休会，所以咱的小会决议补助因1/3的金额吼，这算做因的迄个报名费因家己出啦，啊其他一寡较细项的支出，咱教会甲补助。好，佮说咧，3月初9中执会决议，第一项就是7楼遐册，就是咱7楼的做礼拜后壁遐无有一排迄个册架啊吼，册架顶悬的册，咱要甲搬落601迄间，就是以前。咱的黄牧师伫办公迄间，就是较挖迄种后壁迄个体育场迄间啦吼，要搬落遐。所以以后咱兄弟姊妹甲孙仔有要看册，还是想要借册，还是想要客转去，你会当去遐客转去吼，客转去啊，客转去了是，遐册慢慢会甲废除啊吼。啊，迄个所在以后要放做咱的圣歌队的。迄种圣歌队的迄种谱，也是迄个敬拜团的谱吼。啊，7楼的册架，伊个调整真歹讲吼。7楼的副堂的，去即马伫用的迄个钢琴，7楼伫用的钢琴，咱想要跟他废弃吼。所以假使咱若境外若有人需要，会当去7楼迄个。摕迄个钢琴转去，教会免钱送人，毋过呢，你爱家己想办法搬转去，还是叫人来搬，吼、所以7楼迄个是安尼，佮说咧。华语礼拜，咱顶礼拜华语礼拜聚会人非常的多吼。华语礼拜慢慢有啥物节日，还是有啥物机会是聚会人哪来哪多吼。所以咱的小会。慢慢伫思考，要安怎自华语的礼拜搬开8楼，以后咱可能会伫8楼遮做华语甲台语的礼拜拢伫遮，时间会隔开啦吼，可能是咱时间维持像即马安尼，毋过礼拜拢伫遮吼，这是目前小会的计划吼。啊，伫明年2022年，咱
有设到70周年，所以咱最近有要成立70周年的筹备小组，庆祝的筹备小组。好，佮刷来是爱要汉的迄个福音茶会，爱有线的福音茶会哦。爱要汉的福音茶会是伫后礼拜的拜六，3月22 3点到4点半，咱伫咱教会的1楼要举办。咱今年有邀请将近，阮发出去的迄种邀请的单是有发100份吼。毋过，阮希望会当来80个人，所以我咧预测有可能是60个至80个中间，会来到伫咱中间吼。啊，阮等下12点半开始，阮有同工的训练会，咱请咱每一个兄弟姊妹，你拢会当来参加。虽然你毋是做后礼拜的同工，毋过你嘛会当来参加阮的同工的训练吼。阮同工的训练有一个介重要的重点，就是讲你要安怎伫介短的时间内面，将上帝福音、将耶稣基督介绍互一个完全无熟悉的人。这个人后礼拜拜六要来，这个人是拢教会外口的人，拢是教会附近这里面。这里面伊对教会无熟，过去恐行连入去教会都毋捌入去过吼。所以第一遍来咱教会，咱免伫介短时间，会当将这个耶稣基督的福音甲因讲吼，甲因讲。所以等下咱伫12点半开始，伫咱7楼有这个训练会，好，搁刷咧。咱教会有一个迄个信徒领袖的培训的课程吼，或者是基督信仰导论吼，直接介绍基督信仰基本的神学主题啦吼。啊，这是请迄个台神的助理教授梁月美老师吼来讲，时间是7月19、5月3、5月17、5月24、6月10，拢总有1、2、3、4、5、6、5有5礼拜的课程吼。咱报名是每一个人有1000块，啊，假使你若要收学分吼，一个学分就要600块吼。搁刷咧，咱只要真理班伫今仔日12点半到2点，毋过第8课啦吼，今仔日是第上尾课，咱无需要上吼。啊，咱若需要2024年，就是旧年的奉献的证明。会当要申报税金的，会当甲1楼遐登记吼，到时预算会开互咱大家，好去刷咧。咱顶礼拜的圣餐有台语有92个，咱7楼遐有58个参加吼，啊，去刷咧。好，咱直接来唱祝福车庆的诗歌。这个最近的时光，咱唱399首《愿上主大仁爱》，请咱起立来唱这个时光。
请李牧师来祝祷聚会。咱做来领受上帝的祝福。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上帝的疼痛，以及圣神的团契，甲恁正大家三个地地，对即时到伫永世代无尽。阿免。请坐，默祷闭会。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对不起。请坐，默祷闭会。